再来看月初哦，彰化市的实践路有一个富人人骑电动的四轮车去弄到乌多摆哦，就落跑，车主去报案，警方是搁在找人。警方嘛表示讲，这款电动的四轮车是医疗用具，违法骑到车路是当罚500块。有团体嘛呼吁讲，应该比较微型的电动车，甲这款电动的四轮车嘛纳入监管。一位富人人骑电动四轮车伫车路，结果一个无细力钻去弄到停伫路边的机车。但是这位阿嬷人煞直接走去，店头家发现家己乌多摆倒去，掉监视器画面，才发现是被电动四轮车弄到，随报警处理。开店的时候下来才看到东西，就像东西跑出来，让他再报警这样。本所目前能持续调阅入口监视影片厘清该老妇人的身份。现行法律规定电动辅具车列为行人辅具，是比照行人使用范围，只能在骑楼人行道行驶。这个月初二，伫彰化市正路，一位富人人骑电动四轮车弄到乌多摆刷掉树倒翼。警方目前当依照线索找这位骑四轮车的阿嬷，因为电动四轮车属于医疗用具，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上当会罚3000块。道民团认为，行人辅具应该领牌纳入办车管理。4轮的也好，3轮的辅具也好，它都当成是医疗用品，伊就变做袂当挂牌嘛。交通部是讲伊同意人行道顶管用，但是咱普遍全台湾就是都没有设置人行道啊。根据目前的法规，行人辅具敢会当徛伫人行道甲顶仔骹，但是兵团表示，台湾人行道的规划阁有侪欠点无够周知。面对超高龄化的社会，使用行人辅具的时段会愈来愈多。因认为电动代步车应该爱领牌，比较微型电动车纳入办车的监理管控，安尼才会当落实车路边权。发生事故嘛，才有法律的依据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